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樂基家置業嘅 K 龍啊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度真係成個廣東房價最平嘅一個位置㗎啦，85000就可以拎低一個公寓㗎啦。呢個85000嘅呢係無批，但係呢佢可以租到750到850咁，紅本在手，70年產權嘅。嗰套大裝修仲有一套呢最平嘅12萬咁㗎啦。呢個位置呢，而家係非常之成熟嘅，因為佢旁邊呢有一個大型嘅比亞迪，有20幾萬人喺度附近做嘢噶嘛，所以嗱呢度呢係有新惠城、四季城、茶山錦床，有好多隻3、4隻咁大間嘅shopping mall嘅，嗰啲死腳按摩搭骨呢種呢有20、30間咁，數唔清。食飯呢啲嘢好方便嘅，你睇下呢度有麥當勞啦，有真功夫啦。好啦，而家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就去睇樓啦，一陣間見。好啦，而家我哋上嚟到屋苑門口啦，而家跟住我個鏡頭去睇下屋裏邊啦。而家呢佢擺咗都好簡單嗰啲家私，呢張牆呢係1.5米咁嘅，衣櫃呢又係一個好簡單嘅布嘅衣櫃，仲有呢邊呢係擺到一張茶台。佢呢啲家私家電好，反正咧好普通嘅咯。如果係自己住嘅話，到時候可以重新配啲啱用嘅家私家電咯。呢度有部冷氣。呢度咧係露台，又係廚房就咁呢個戶型嘅露台同廚房係一齊嘅。呢個有個油煙機。油煙機係外設，不過呢個油煙機都有啲舊啦，睇下啱唔啱用，啱用就留低咯。對面呢係板狀年公園，然後呢條街落去呢係四季城，食嘢好方便。旁邊呢就係、我左手邊呢度呢就係新惠城啦。呢度呢係廁所，廁所呢盡上係執得乾淨，就係咁啊無批噶啦。呢度呢可以做個格田，又可以唔使做格田，就咁樣裝修，床咩都梳化擺埋一齊。呢個露台呢度呢，佢就係可以廚房做喺呢個位置，又可以唔做，因為租呢啲公寓單間呢，大部分呢1個人2個人住嘅，可能唔止食都冇問題㗎。呢度呢就係板狀年公園啦。呢個廁所呢都夠大㗎，依家呢係接到水電，但係冇有裝修，就係咁嘅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嚟到個總結咧。呢套屋呢就係26個積，70年產權，紅本在手嘅。而家呢係簡單呢啲裝修，可以租到750到850咁。如果自己住嘅呢度呢，重新執一執佢啊，油下佢咯，重新買啲啱用嘅家私家電咯，而家啲家私家電冇有咁啱用，就係咁啊，呢個缺點啦。呢套露台呢佢朝北嘅，但係呢佢可以睇翻個板狀年公園咯。最緊要係買呢個小區呢，佢食喝玩樂非常之方便嘅。佢旁邊呢50米呢就有一個大型嘅新惠城，差唔多有3000幾平咁一個大型嘅 shopping mall。咁樣呢，下邊呢仲有麥當勞咁，真功夫右手邊咧落去呢100米咁，仲有3、4間大型嘅 shopping mall，有四季城仲有茶山廣場咁。旁邊呢就係嘅缺點啦。佢呢度呢住嘅大部分呢有嗰啲打工人咯，比亞迪工廠嗰啲員工咁嘅。可能人呢會雜咗啲，但係呢就係呢度住嘅話呢係真係食喝玩樂非常之方便啊！按摩搭骨嗰種大型嘅會所呢有10幾間，細咗啲嗰啲1樓開嗰啲細間嗰啲洗腳鋪嘅話都有20、30間咁嘅，所以話呢生活方面非常之方便嘅。點講呢？呢度呢去翻深圳嘅話，可以去前面嘅站台嗰度搭翻嗰隻西湖出行，西湖出行呢可以到蓮塘口岸，又可以呢喺呢度搭268呢搭到14號線嘅沙田地鐵口，然之後我哋搭14號線到福田嘅江夏北，所以話呢仲算係可以咯。呢度呢距離深圳最近嘅地方呢就係
差唔多4公里咁啦，係屬於南山片區嘅一個盤。好啦，今期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對呢個盤有興趣嘅，可以掃上面2個二維碼。我係 K 龍，我哋下期再見。仲未訂閱我頻道嘅，俾個訂閱啦！你嘅支持就係我哋堅持拍攝嘅最大動力。拜拜。